國安法落實咗5週年啦，咁其實我哋有個喺監管一啲危險品呢，其實有一個轉型。隨住國安法嘅落實，以往我哋就係規管一啲危險品嘅牌照，最主要發牌俾佢哋啦，規管佢哋安全。但係國安法落實咗之後，有啲國安元素我哋係加入咗喺啲規管裏邊。我哋呢而家已經做緊㗎啦，就係每一年呢就會突擊檢查呢啲所有大學嘅實驗室，最少2次。咁我哋睇一睇佢哋儲存嘅危險品啊，包括咗使用啊，同埋包括咗咧有咩人用過咧？呢啲記錄我哋都會去巡查嘅。呢方面咧大大提升咗咧整體咧使用危險品嘅安全。同市民有關，我諗我哋主要做嘅咧就係當真係有一啲恐襲發生、危害國家安全嘅事發生嘅時候咧，可能係一啲災難嘅場面。咁咧我哋喺近年咧都加入咗好多元素，去提升市民嘅應急能力，即係包括咗佢哋識心肺復甦法啦，用 AED 機啊，又或者係識得滅火、識得逃生。咁我哋過去今年咧已經咧為800名咧大專同埋中學生咧就做咗一個訓練，就係介紹俾你聽，如果遇到呢啲國家安全有機會牽涉到呢啲咁嘅事件嘅時候，呢啲恐怖襲擊嘅時候咧點樣處理？遇到嘅時候咧，點樣去處理身上嘅危險物質啊，同埋點樣咧可以做到逃生？重要基礎設施我哋每年係講緊有2000多個巡查嘅，就希望就可以令到同事更加認識重要基礎設施裏邊嗰啲消防設備啊，或者一啲逃生路徑啊。第二咧就係提醒翻呢啲重要基礎設施嘅管理人員點樣處理，去教埋佢哋點樣處理。如果真係突發事件嘅時候咧，可以點做？咁另外咧就係一啲演練啦，跨部門嘅演練啦，我哋同警隊過去頭好幾個月咧，我哋已經有16次咧喺呢啲重要基礎設施咧做一啲大型嘅反恐演練。關於我哋喺消防及救護學院嘅國家安全教育中心咧，其實個重大意義就係想提升包括咗我哋嘅同事內部一啲國安嘅知識，同埋咧就係市民嘅國安知識嘅，譬如危險品嘅管制啊，喺應急救援啊、應急嘅處理咧嘅知識咧，都會帶備到咧俾市民嘅。咁市民去睇完之後咧，會知道如果真係遇到呢啲恐怖襲擊、遇到呢啲國家安全嘅事故咧，識得點去處理，識得點去咧令到嗰個風險降低。3月咧，我哋整體成個特區政府就派咗51名人員，即係包括咗41名消防人員去緬甸做一個救災工作啦。呢個就係正咗彰顯咗我哋國家對於人道救援嘅擔當啦。咁亦正係咧喺我哋國家安全5個要素其中一個，去促進咗我哋對於一個國際安全嘅精神。嚟緊呢會喺2026年嘅1月呢，我哋香港嘅拯救隊呢就會呢做呢個認證呢，成為聯合國呢其中一支中型嘅拯救隊伍。到時做咗認證呢，有更加多機會呢，同埋我哋國家隊呢一齊呢去遠赴其他全世界嘅地方呢去做呢啲咁嘅國際救護。